每次飛長途都會睇下直飛同埋轉機嘅 option， 但係每次睇完價錢之後咧，都會直接揀咗轉機噶啦。咁坐長途機大家又會有啲咩喜好嘅咧？咁其實轉機係睇翻幾個條件嘅，中間停留幾多個 stop 啦，每一個地方要停幾耐啦，使唔使重新拎過行李，使唔使重新過個安檢啦，停留嘅時間係咪通宵啦，咁當地有啲咩配套可以配合你嘅通宵機啦，喺當地嘅轉機需唔需要簽證嘅呢？當然仲有嗰個價錢嘅比較。咁之前喺香港飛溫哥華經韓國轉機，再經歷埋佢嘅通宵，再喺美國重新拎過行李過安檢，一日飛4個機場嗰一條片，其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嘅細節。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翻嘅喎。今次香港飛多倫多全程都係坐 Star Alliance 嘅，第一程機凌晨機坐 ANA 全日空去到東京嘅羽田機場，停留13個鐘之後再坐 Air Canada 直飛多倫多。上次嗰一條片已經同大家分享如何在首爾仁川機場經歷呢個凌晨時刻啦。咁今次就同大家分享東京呢邊啊，朝頭早5點幾去到東京嘅羽田機場有啲咩搞作呢？成個轉機嘅流程係點樣安排呢？中間我可以去邊度呢？歡迎睇埋落去啦。咁其實經日本或者韓國轉機呢，嗰個機票價錢都係差不多嘅，大家睇翻自己嘅需要任君選擇啦。嚟到羽田機場嘅 Terminal 3啦，我哋直接上2樓呢個抵境大堂去揾呢一個 Customer Service 呢個大門，穿過去後面就係呢個 Haneda Airport Garden 嘅啦，羽田機場花園。咁見到呢一個藍色暗暗地又好似好靚嘅燈光咧，穿過去就係噶啦。沿途會有一個走廊啦，咁上面寫住溫泉 SPA 溫泉 SPA， 咁我哋一路行過去就係噶啦。其中亦都會見到一啲好靚嘅畫，大家亦都可以慢慢欣賞啊。行10分鐘左右就會見到呢個 Hotel Villa Fountain， 就係我哋要揾嘅地方啦。咁上去之前咧，如果你哋有行李嘅咧，建議喺 information 後邊嗰個位有一排 locker 嘅，因為上面嘅指引已經講明係冇行李存放嘅位置㗎。搞掂晒所有嘢之後，就可以向 SPA 呢個英文字出發啦。見到啦，個價錢係4800 yen， 咁4800 yen 就直接已經係一個埋單價㗎啦，除非你有過夜。咁嗰次去到咧好吊詭嘅地方，一打開門咧就見到呢一個，由於休息室已客滿，現時未能提供空位噶嘛，咁啱前面有幾個人咧就揸住啲行李企咗喺度，咁我哋就以為需要排隊啦，咁啊等咗成3-4個字咧都未有人接待啦喎，咁我哋就走去 hotel lobby 嗰度去問啦。究竟點樣先可以浸到你嘅溫泉呢？佢就話你要望入去啊，望入去係有人喺度㗎。咁我哋要點樣做呢？原來係要除咗鞋先，將對鞋擺落去個鞋嘅 locker 度，接揾嗰啲職員 check in 就可以㗎啦。浸咗幾個鐘靚靚溫泉之後，等到11點差唔多，店鋪開門嘅時候，我哋就出翻去市區玩啊。今次坐京急線坐去品川站，咁由香港飛東京呢，通常都係飛成田機場啊。咁啊對嗰邊比較熟悉啲，今次喺呢邊坐京急線去到呢個羽田機場呢邊呢，見到呢個鐵路方面呢，有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啊，好似同自己平時睇開嘅東京有啲唔同啦。咁呢個京急線呢係有幾款線嘅，有呢個普通、急行、特急同埋快特啊。哇！咁快就嚟到品川站啦，咁啊有好多裝修工程進行中啊，咁啊同我想象中嘅上半圓嘅山手線嘅日本咧有啲唔同啊。去到品川站，我哋之後再轉一條線就可以去到高輪站啦。嚟到邊度呢？最新嘅地標啊 New Woman。參觀完個車站之後，我哋就跟隨人群上去到 Link Period North 嗰邊，咁啊順便欣賞下人哋嘅新建築啦、新設計啦。咁啊見到左手邊嗰間餐廳咧就太多人排隊，咁啊去咗右手邊嗰間餐廳冇咁多人排隊，甚至好快入唔到位啊！咁就知道瀨嘢啦。係可以向大家介紹咧，呢間餐廳幾乎都唔使嚟噶啦，因為佢嘅嘢食同埋佢嘅咖啡咧都未必太好飲啊。觀眾推介高輪車站嗰度有啲咩美食啊？之後當然去行街街咯。咁高輪車站嘅 New Woman 其實集合咗建築、都市綠地同埋呢個時尚於一身嘅。咁佢嘅車站本體同埋周邊都係由知名建築師隈研吾去監修嘅，融合咗日式摺紙靈感，大片玻璃嘅帷幕同埋挑高幾何嘅屋頂。
又有幸參觀到隈研吾嘅設計啦。咁啊，之前喺首爾嗰個音響博物館，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可以睇翻嗰條片啊，如果有興趣。咁亦都係由隈研吾去設計嘅一個博物館嚟嘅，融合咗大自然啊、聲音療癒嘅效果啊。欣賞完東京最新嘅地標，我哋就翻去品川站嗰度最熱鬧地方啊！品川站真係一個應有盡有嘅地方啊！乜鬼都有得食，有平有貴，豐儉由人啊！果然係一個大型嘅轉車站，媲美東京站啊！品川站本身係東京首屈一指嘅交通同埋商業，集咗唔同嘅 JR 線啦、京急電鐵啦。咁啊，最出名當然係從品川站去羽田機場咧，都只係需要15分鐘嘅時間嘅。咁所以如果作為一個短暫嘅轉機停留咧，品川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咁佢亦都有幾個商場㗎。咁而品川站亦都有水族館㗎。如果有帶小朋友嘅咧，就可以嚟呢一啲地方啦。好啦，咁行埋呢個伊勢丹呢個靚靚超市之後咧，其實差唔多翻去機場㗎啦。咁啊，睇下最後衝刺有冇啲咩特別嘢想買啦。咁今次轉機咧就行李直掛到多倫多噶，所以我哋唔需要再重新攜帶行李啦，除非你有 hand carry 啦。而機票一早喺香港機場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出埋張飛噶啦，咁所以翻到羽田機場嘅時候已經唔需要再重新 check in，所以你會有好多時間去探索下呢個羽田機場啦，或者欣賞下當地嘅日本嘅美食啦。check in 之後咧，當然係衝去免稅店啦，睇下有啲咩手信可以買俾朋友嘛。喺選擇航空公司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聽關於呢個 Air Canada 嘅好多故事㗎啦。咁其實 Air Canada 咧好多嘢都好唔錯㗎，例如個座位其實係 OK 嘅，咁啊個餐亦都唔差，落地亦都好穩嘅 landing 嘅時候，航班亦都冇 delay， 行李亦都冇 miss 到，唯獨是咧就嗰個空中服務員咧，可能有1-2位嘅態度咧就唔係幾好。即係可能有10個都係好嘅，唯獨是如果一就變咗會影響咗間公司嘅聲譽啦。好啦，落地多倫多最緊要試翻佢哋嗰碗越南河粉啊，加拿大最出名嘅越南河粉啊。咁啊，定一定經，安撫下一個心神先。咁亦都非常感謝接待我哋嘅親友啦。咁啊，冇佢哋嘅接載呢，就今次嘅旅行根本冇可能成行嘅。下一條片將會帶大家去玩多倫多啊！記住睇埋落去啦，仲有幫我訂閱下 channel，like 下條片啊 ，share 下啦，俾下啲 comment 啦。